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美军有一台伫日本的 CV-22运输机，伫昨下晡，那像是因为引擎导火，所以规台飞行机全安尼跋落鹿儿岛南边的外海，已经确定有一个人死亡。即马日本政府是要求美方伫咧确保安全进前暂停飞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搜救船伫美军 CV-22鱼鹰运输机坠落的五九岛外海进行搜寻。根据日本 NHK 报道，这架运输机离到下昼为山口县岩国基地飞往沖縄湾加丘纳基地的途中，突然伫雷达失去踪影。看到人指出，飞行机的倒柄引擎冲出火，想要逼降附近机场的时阵坠落海面。事发迄当时天气甲风速拢正常。政府としては被害状況の確認を行うとともに、人命の救助を最優先に当たる考えであります。海上保安厅搜救队伫现场发现救生艇，搜救人员登艇架查看了后，研判是来自鱼鹰运输机，同时也伫附近海域找到疑似是运输机的残骸。海上保安厅指出，伫事故地点发现一名失去意识的机组员，送医了后宣告死亡。美军2018年伫东京环电基地部署6架 CV-22鱼鹰运输机，2016年美军另外一款的鱼鹰机 MV-22，捌伫沖縄湾发生事故，所迫降毁损。迄当时并无造成人员伤亡，也毋过已经引起民怨。而到事故发生了后，佮传出电话要求全面停止鱼鹰機飛行的聲音。合わせて米軍に対して事故の状況に関する事実関係の確認。これを求め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根据法新社报道，由美国贝尔公司甲波音公司联合设计制造的鱼鹰机，为2000年开始就陆续传出飞安事故。上新一件坠机事件发生伫2023年8月，澳洲达尔文北部，造成3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殉职。公司新闻刘小芬编译。